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古代4大名著之一。其作者曹雪芹以深厚的笔力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18世纪中国贵族家庭的兴衰历程。这部小说全名《石头记》，后来因为书中描述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而被称为《红楼梦》。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描写家族盛衰的小说，更是对当时社会、文化、风俗以及人性的深刻剖析。故事概述：《红楼梦》的故事围绕贾、史、王、薛4大家族的兴衰，特别是贾家。贾宝玉是贾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小就不喜欢读书，喜爱与姑娘们交往，特别是林黛玉和薛宝钗2位女性。他的生活看似富裕，但实际上充满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压力。林黛玉才情出众，才华横溢，但因其家庭的困境和与贾宝玉的爱情，却终其一生未能得到圆满。薛宝钗则是一位端庄娴熟的女性，她与贾宝玉的婚姻被视为理想的结合，但却也充满了无奈和困惑。整部小说从贾家繁华的开端，到其逐渐衰落，无论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还是贾家内部的权力斗争，都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主要人物1，贾宝玉，贾家的少爷，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角色。他的性格既有叛逆，又有善良，既有理想，又有现实的压力。2，林黛玉，贾宝玉的表妹，才情卓越，性格敏感。她的悲剧命运不仅源于自身的多病体质，也与她与贾宝玉的情感纠葛密不可分。她的诗词才华和情感世界是《红楼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之一。3，薛宝钗，另一位贾宝玉的重要女性，她端庄、理智且实际，与贾宝玉的婚姻代表了家庭和社会的期望，但她自身也在其中挣扎。她的角色在小说中象征了现实的力量和女性的坚韧。4，王熙凤，贾家的媳妇，性格强悍，精明能干，是家族的主要经营者之一。她的角色展示了女性在家族内部的影响力及其对家族命运的关键作用。主题分析：《红楼梦》的主题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家族兴衰。小说以贾家的兴衰为主线，展示了封建家族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矛盾。贾家由最初的荣华富贵，逐步走向衰败，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衰退和社会变革。2，爱情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既有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也有现实的残酷。这段爱情不仅是个人的情感经历，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的反思。3，女性命运。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命运是其重要的主题之一。林黛玉的才情与病弱，薛宝钗的理智与悲哀，王熙凤的精明与悲剧，都展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复杂处境。4，人生哲学。小说中的梦字不仅是对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的象征，也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哲学反思。曹雪芹通过这些梦境，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价值。《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在于其深刻的社会观察和细致的人物刻画。曹雪芹以生动的描写和细致的笔触，
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环境，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叙事作品，更是一部反映人性和社会的镜子。其语言优美，情感真挚，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启示。总之，《红楼梦》是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它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展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不仅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值得深思的人生哲学之书。